昨天地方法院的法官强立雄，也个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洪宏伟，即马是互指控讲，暗互性侵害案件涉任的被告，甲这被告安怎拍官司？顶届的法院即马重判这两个法官，嘛甲因免除法官的职务，袂使搁做法官，也毋过这个案也会当上诉。入去少管所，甲少年揽一个关心一个，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强立雄负责审理少年案件真侪年，即马所互人指控接到少年好亲像互人性侵，煞涉嫌阿豪不输老师。高雄地方法院法官侯宏伟甚至搁替加害人提供诉讼告检守则，两个人互监委弹劾了后，顶届法院15判决免职，转调司法事务官转来，也会当上诉。将立湘及侯宏伟所为，以严重减损人民对其等具有客观、中立与公正功能等审判核心功能的信任，而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性的信赖基础，已不适宜续任法官职务。这件案件发生伫台东某一个安置机构，一个收容少年指控互姓林的前主任性侵、伤害等等。不过，顶届法院指出，强立雄接手案件了后，无公平心理咨询，若无通报法官意见书，阁无遵守保密的义务，甲告知等相关消息，泄露互同款是法官的侯宏伟，互伊甲涉案的前主任丁日解互通消息，提供法律的咨询，明显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甲法官法。一审除了判免职，嘛裁定停职。法官他做了一个法官意见书来认为不用通报，这已经超出他的职权。如果让受害者感受到他已经发出了求救讯息，但无人回应的时候，他会陷入一个很惊恐的心理状态。新闻指出，延迟通报甚至无作为，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，拖愈久，恐惊心理创伤愈歹修复。不过，法官互人免除职务，转任其他工作较早较罕见。像法官法新制实施前，敢若前检察官林俊佑走去幼稚园办案，私心细汉囡仔等5人；新制实施后，嘛敢若2人。这届强立雄认为判决严重误会，会阁上诉。不过，伫判决定案进前，任何司法工作拢袂使做。伫停职期间，嘛敢来当领本俸一半，差不多2万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